台美关税谈判总算有结果啊，确定是15%，而且袂阁贴起嚟。232条款针对半导体等商品嘛有上好的优待。另外，咱嘛用台湾模式来甲美国合作投资5000亿美金，这其中就包括台湾企业自主投资2500亿，阁有政府爱确保会当有2500亿的信用担保，协助企业到美国发展。台美贸易谈判确定，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甲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斗阵协商，并爱国美国贸易代表苏格里尔、政府杨定年驻美代表于大雷，台美共同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戴立军毋若宣布任务达成，台湾也阁全球第一个摕到美国232条款上优惠待遇的国家。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不论未来第二阶段的半导体及其衍生品的关税为何，我们都将获得最优惠的待遇。过去我们产业有许多的品项，其实输美的税率是比日韩更高。那但是经过这一次谈判之后呢，是拉到齐平，位于一个相等的一个立足点。这摆达成四大目标，包含确定摕到对顶关税15%无叠加，比较日韩欧盟等国，甲全球第一个得到美国承诺232条款关税半导体相关的最优惠待遇。第三是以台湾模式拍入美国供应链，打造产业主导，确保咱的业者上有利的投资环境，最后是促成台美高科技领域互相投资，确立 AI 供应链战略优化关系。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是在总谈判代表杨珍妮以及驻美代表于大雷的陪同之下，是对外说明这一次台美谈判成果。郑丽君就直言了，这谈判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台湾是美国第6大的贸易逆差国。今天清晨，其实我们也都没有睡觉，一直呢密切关注谈判的过程，然后一有状况就随时解决。呼吁未来朝野党团都能够支持这份谈判协议，让台湾呢能够一举大步向前。为去年4月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32%震撼大，但真济摆走总华府，经过将近1年参详，到后来20%，甲即卖的关税15%无贴加，佮开创台湾模式。大总统透露，伊共无临时差的注意，行政院长都用台肯定谈判团队拍出真脆的全雷达，佮向朝野发声共同来支持。台湾有护国神山，我们常说，只要主峰留在台湾，我们就可以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伊强调，这4项谈判目标会讲全部达成。按算几礼拜了后，咱甲美国贸易代表处正式签署台美对顶贸易协议。谈判内容甲协议完成了，会依法送伫会议审议。记者综合报道。